的水莲，这种就很新鲜。他们的猪肉是黑毛猪的猪肉。一早走进市场，郑彩段就像是走进自己最熟悉的舞台，采买当日新鲜食材。对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去买鱼来煮。你加上这个九层塔了以后，它的味道就很好。对，所以我们客家人都比较喜欢用这种东西。不过阿段姐最爱的可是客庄家乡味皮糖菜。客家庄处处有皮糖，边坡上种的蔬食，池塘里生长的鱼贝，都是客庄家常好滋味。阿段姐说，这就是客家皮糖饮食文化。在碧塘旁边，我们经常种这个东西。碧塘旁边还会种什么？南瓜，还有呢？苦瓜、冬瓜，还有菜瓜。这个就是碧塘里面会有这个的，炒那个刚才那个九层塔。那很香，对不对？对。不需大鱼大肉，下了油，热了锅，淡水鱼小火煎，些许九层塔提味，很诱人，再点缀丝丝红椒，皮糖文化上菜了。传统菜新概念让郑彩段在美食竞赛里无往不利，但是阿段姐却很少提起，踏进美食圈全都是为了孩子。我小孩子那个忧郁症嘛，那忧郁症就没工作啊，那就开个面店嘛。他说你没有名的话，客人不能上门。那我说好了，那没有关系了。我说要有名，我们来去比赛，天下父母心嘛。当时我们去比赛的时候真的很紧张，我从来没有比赛过，也是第一次经验嘛。回想过往还不免激动，但是收起眼泪，阿段姐的菜总能有浓浓的客家情。我祖母她就是说，反正有人做那个叶子啊，她就会做这个油饭给媳妇啊或者女儿啊。但现在那个水就吸干了嘛。可以。说起客家菜，已经66岁的阿段姐又是神采奕奕。阿段姐说要继续爱孩子，继续爱客家。母亲的坚毅为皮糖菜打底，客家的传统为皮糖菜调味，一道佳肴一段情。当阿段姐美味上菜，也让我遇见感动时刻。